很危险呢。哪有啊？明明就有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就有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为什么又吵架了呢？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，刚刚亮亮真的不遵守交通规则，没有看到红绿灯号志就直接过马路，真的好危险呢。可是我看没有车，所以就可以走啦。不行啊，亮亮，过马路一定要停看听，而且要注意红绿灯这个交通号志哦。譬如说，我们看到粉色红灯亮的时候要停下来，抢色绿灯亮的时候可以走，粉色黄灯就是要警告大家交通号志要改变咯。彤彤姐姐，可是我有先看有没有车啊，我看到没有车我就过马路啦。不行了，亮亮，万一有车子突然冲出来，我们以后看不到你怎么办？对呀，我就这样跟你说了吧。我知道了，以后过马路我一定会注意的。这样就对了，好棒哦！这是什么颜色？粉色、红色，粉色、红色。这颗苹果是粉色、红色的。这颗苹果是什么颜色呢？粉色。这个苹果是红色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粉色、黄色，粉色、黄色。这串香蕉是粉色、黄色的。这串香蕉是什么颜色呢？粉色。这串香蕉是黄色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橙色、绿色，橙色、绿色。这片叶子是橙色、绿色的。这片叶子是什么颜色呢？橙色。这片叶子是绿色的。默默很厉害哦。粉色、橙色、粉色，3种颜色的客家话你都记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伟良。